对客家人的印象最深的一个事情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团结，第二个就是淳朴节俭，大家斗阵吼，拢真好斗阵，这我的感觉。确实这样子吗？确实这样。客家人当然呢，这个客家人不是说10个人都是很好，同样的道理，任何的一个族群都是有好有坏。有没有认识客家的女性的朋友？以前有想要追她，不敢开口。有没有遗憾？过去就不用再遗憾，因为没有娶到她为对象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再谈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人都是有些思想的，差一点就是我当做客家人的女婿。真的那么迷人吗？真的迷人。这个，所以我对客家人就是一个好印象，就是在这里。他太太今年49了，他8岁的时候他爸爸过世。哦。他跟小儿子呢，19岁都2个月天天。他俩43岁了，所以我办了俩大已经41年。该当好生。啊。当好生。伤心的事情啊。很多哦，那个时候讲起来，哇，我上东下来，这么小还没起起来啊！我站起来，我是想讲，哇，你小孩子爱学一向学不开，我一直是按样想，那都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就整个按你行的甲本学老人吼，去学老人当亲戚的人行人的啊。对哦，我讲娘，像我先生在其实唔敢啦，我先生一摸出来，伊就叫嘛客人啊，两叫嘛客人行人啊。所以当干古代哦。可能是去乡音乡嘛，会做啊。唔对，所以讲乡音，老学老人差别都很多，那时候。你都看差了了吧？唔对，你种样办佢都唔种就出错。真嘅。比如讲，你讲你写的东西冇空了，煮的东西冇空了，唔係，伊做唔种就出错。爱讲爱做，你来心求吼，做对待那个婆婆吼，我什么都是爱那个做本去哦，我唔是讲。我摸天凉饭，我乜嘢我要做本心口的，直接我乜嘢要做本去，我就講我係圖我心口，做圖就心口，做我一般數，我唔是講搶我搶我樣嘢，正經講，甲把恁啥做真啲，我一個摸唔會出去吼，摸腳嘅摸你錯我嘛，咁聽。一做嘅不穩哈，那個。就我的印象哈，就是他们，就是说以客家人来这边来讲啦，大部分他们都是比较团结，那他们也是比较努力一点啦，就是专门就是为事业一直在奋斗。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是原先住在这边的啦哈，可能有时候比较不会去争那么多，那像以前的话，有时候你就说可能房子啦不会去很在意它，那所以。就是以客家人来的话，他们会买房子什么，现在都增值了，那变成说我们比较不注重的所以有的感觉说好像客家人在这边发展比较好，会有这种情形。那实际上他们也比较努力，没有错。就我的印象是他们是蛮热心的，那有时候是算起来说是很团结啦。那主要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语言上，有时候他们讲的。就是我们还没有用心去了解说他们这些语言。如果说我们了解，可能会跟他们过得更融洽。那平常相处都不错了。有没有学几句客家话？还没有用心去学。从来学人啊，好容易就，你冇計查片冇？你也唔會咧？計用咩？嚟講。養來會哦。養來我民國48年、19年養多了，從我嘅養來帶。佢隔壁我上來帶，隔壁可能係慢慢我睇了就好，嗰時係慢結婚，我睇嗰時仲係嚟就下邊嚟了，看到都客婆啊，趕過來啊。就嗰陣時按洋葱。親人分親啲，客婆啊，分愛係咪？分親啲去。跟用嘅分按呢度。你客家人好酷啊！酷，先冇幾人以前。在你来看这边的客家人，你觉得这些客家人的感觉怎么样？
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就是你来看的话，以我在这个地方30几年的这个了解哈，在我们通化第一段这个客家朋友，第一个他们就是团结，第一个他们是太团结了，比其他的人类要团结吗？比其他的这个像火罗郎啊、外省人啊，都团结，这样子。都团结，因为他们在这个通化街里面啊，常常我们这个通化街有很多的这个庙宇嘛，好几家的这个庙宇哈，这个参与的这个客家朋友又是特别的多，他们对这个民俗的这个一种保存啊，他们也相当的这个重视，比如说某一个节日哈，有什么这个庆祝的时候哈，他们都自动的来参加。客家朋友呢哈，难免聚在一起都会发生这个争执，然后都是吵架这方面的哈。因为当里长或者住在这边，在了解啊，他们客家朋友偶然也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也不会说是请什么派出所，请什么那个地方人士来调解哈，他们都是很尊重那个他们的老一辈的这个伦理。真的。只要那个老一辈的伦理哈，他出来的时候哈，他们就把这个他们自己的事情就化解掉。不需要什么调解委员，不要，也不要里长吗？对，都不要。你有没有去调解过客家人的？我如果在里面有发生到这个客家朋友哈，有任何的这个争执哈，我就是赶快去请我们通化街的这个客家长老啊，他一出面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你所请过的有哪些人？我所请过的哈，比如说那个去年过世了一个范刚谋嘛，一个范刚谋目前呢就有个李德俊也是我们在通化街也是相当热心服务的一个客家长者，还有一个张灵彪嘛，他是我们目前我们通化街那个有一个庙宇它里面的一个总干事嘛。香港是因遐未有行业技术体务啦，行业技术体务也叫他高薪的，咱只反光苗先生对遐行业做了行业总去选择体务了，反光苗，只体务了，去请为照顾行业，真为照顾行业，去也是伊只因行业的精神指标，去来做话这是让我爱欣赏的。因为变做俺还有蒙北还有走，还有那行业社群，还有熟识行业大家是，俺做因为俺也出来中华福地奖做总干事还有插了都没有时间，所以俺还有让我接触把行业。